继续来看大学的宿舍学寮变甲无共款咯。过去这个大学的学生宿舍拢是按照着男女分区分栋来住，但是2020年，台湾师范大学率先来做出着重大的变革，伫宿舍特定的楼层采行着男女不分区，也就是讲，女生的房间的隔壁就来住男生。安尼改变是希望尊重多元性别，互住的环境更加友善，嘛互部分性别气质较特殊的学生会当轻松自在来做家己。啊，伫这种性别友善的宿舍，学生敢会惯势咧？安全上是毋是会有问题咧？其他大学佫是安怎做的咧？咱有深入的探讨。未来可能我们生活上出社会是没办法选择自己隔壁的同房室友，那我觉得提前适应这种生活还蛮不错。这个融合并不是混杂混居，这个融合有一个概念是我们接受性别少数的人，他不需要被隔离，他也有权利活在大家可以生活的环境当中。像个娘娘腔一样的活着啊！2019年6月，北部大学的宿舍内发生霸凌事件，学生用歹听话骂一个性别气质较温柔的同学。发起新闻同时嘛，采访到受害当事人。其实，在宿舍里面就是经常性的找一些他们觉得比他们位阶更低的，就是性别位阶更低的人去欺负，就是在洗澡的时候把灯关掉，然后放大悲咒。应该有学生好好读册，学校却变成性别霸凌的场所。伫国外大学，男女学生做伙住真平常，要不伫台湾设有性别优先宿舍的大学无几间。长头毛小可 QQ， 穿粉红色圆点的衫，20外岁小文被诊断为性别认同甲生物性别无同款。过去伫大学内被逼带入查甫宿舍，会经验强烈的困扰甲痛苦。原本的那个性别的单一空间下生活，其实是压力非常大的。但是学校后来就是不承认，然后说要求要整栋楼男生女生的人都要问过，然后每个人都要同意之后才可以。你要跟每一个学生出柜，说明你的状况，还要取得对方的认同，其实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。感受到大家无共款的眼光，小文到半暝才敢入去查甫宿舍，趁大家还未精神，透早赶紧离开。长期落来健康就出现状况，最后只好休刊。这款案例并不是个案，敢讲学生宿舍敢会再分两种性别，未使有更较侪选定。我叫陈凯明，我目前就读台师大地理所。我在今年9月搬进学期社。2019年8月，台湾师范大学领先全台启用男女无共房、也搁共站无分区的性别优先宿舍，住伫中华凯民，成为头一批试办住伫宿舍的学生，采用小组伫校方的协助以及受访者的同意下入去宿舍。这一层是性别友善宿舍，所以左右两边是女生的寝室。所以一般生活其实没有很大的变化。在未来，可能我们生活上出社会是没办法选择自己隔壁的同房室友啊，对，那我觉得提前适应这种生活还蛮不错。四人房有独立的液晶设备，台师大性别优先宿舍伫学习社2楼总共有22间，是采梅花座的设计，异性袂使入去房间内，还搁交誼厅甲灶骹等等公共空间，所有人拢会使使用。最大的差别就是可能就是要去洗衣服啊、烘衣服，然后会就是不会穿着一条内裤就能跑来跑去这样子。对，所以就注重一下自己的仪态，对，不要对其他女生不礼貌这样。我前2个月是租外面，那我觉得其实就跟租外面一样意思，就是因为别间房间可能也是男生房，就是像家庭式的生活这样。我通常就是挂晒衣绳，然后普通的衣服就用衣架挂着，然后内衣内裤我就直接披在这边。读环境教育所的简婉婷，较早住女生宿舍，就惯势伫房间内披衫，只是伫性别优先宿舍内，学生之间有更较侪甲异性斗阵的学习机会。
刚好另外一个研究所同学是男生，然后他也住在这一层楼，他就有跟我抱怨说，他觉得他在外面洗衣服的时候看到女生的内衣会很尴尬。然后我是跟他说还好，就像你在你们家阳台也会有妈妈或姐妹的内衣。对，我是这样跟他讲。互相学习，尊重生活习惯，因为外界议员的质疑讲，男女搭共站，安尼咁安全？我们会收到关心的家长或是校友，他们会写信来，哎，这样不对啊，是他这样做，怎么会万一发生什么事情啊？那我们就跟他沟通，我的沟通就是说，因为如果你不在宿舍，他们在外面租房子，他要做的还是会做，对不对？但是在学校里面，我们会负责，我们会尽量的帮忙他们。性别需要大家能够互相的尊重，互相的了解。你一定要在一起才会了解，你才知道尊重。这里是宿舍1楼的大厅，他们的电梯是在2侧男女分流，像是我右侧的是女生宿舍专用的，学生必须要用门卡刷过之后才可以上楼。至于如果住在2楼性别友善宿舍的同学，则是由另一侧的电梯出入。透过学生证分辨出入的资格，除了2楼性别优先的楼站，3楼到6楼是男性宿舍，7楼到12楼是女性的专属寝室。出入口拢有设监视器，不过设备敢若是预防尔。重点是对学生对所有性别的尊重。性别友善并不是说我就可以随便哈。这里面涉及到的是一个在自律跟尊重对方的隐私，也注意到自己应该怎么样管理好自己的状态之下，去理解不同的一个性别。这个融合并不是混杂混居，这个融合有一个概念是我们接受性别少数的人，他不需要被隔离，他也有权利活在大家可以生活的环境当中。跨性别或是性别认同这些人，可能还是没办法在这些制度上找到自己的归属，在制度外的部分，因为这个是性别友善宿舍，所以会来住的人对性别的观念会比较好，对于这些跨性别或是同性恋的人，就比较可以受到友善的对待，就是他在制度外的层面上可以达到真正性别友善的目的。那校长，我觉得这个没有做得到位啊。我说我哪里没有做？那你应该，那如果第三性在这里根本还没有办法，因为你还是生理性别，一个男的一间，女的一间，或者一步一步来，因为有很多东西我们都还是要克服嘛。但是他会这样想是好事，他会这样想是好事，表示他已经有想到有些人的需求，我们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去满足他。搭起帐篷，铺上睡垫，即使冷气团来袭，台大学生还是坚持夜宿校园里，要争取性别友善宿舍。2009年，台大学生会开出头一枪，提出举办学生宿舍共站无共房的男女混合大，不过一直到2020年依然无实行。目前在硬体工程上面的讨论，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在每一层的每一楼层的预测，就是在雅房的部分是可以保持就是一样，就是不要分男女厕，这样子就是保留之后，如果性别友善宿舍不要只限说在2楼，然后我们是希望最终目标是整栋都是性别友善宿舍。目前台大学生宿舍依然是男女混动，依照学生会掌握最新进度。性别优先宿舍估计2021年初会发包，3月份进入实际的设计规划讨论，至少2年到3年，新的宿舍才有落成。有关高雄的中山大学，这是2017年启用男女共站，不过隔离区域的性别优先楼站。另外，男女共栋无共站的，还有清华大学、政治大学、台湾科技大学以及国立的台北教育大学。国北较大的学生宿舍分为2栋，在第2宿舍里面，男生女生是住在一起，共同使用1楼的出入口。不过女生是住在1、2楼，3楼以上则是男生的住宿区。因为空间不够，国立台北教育大学今年前就提早部署共栋无共站的男女混合宿舍，生理同性6人1间。已经变数甲洗衫间，伫楼层的双边必须要共用。特别的是，女性的自修室是伫3楼，男性的寝室区用。混合宿舍实施这1年来，学生伫公共空间对异性大部分有法度自在斗阵，而环境营造下，学生对着性别议题时常咧讨论，产生真济效果。
有一个标语上面写，请女生要注意仪容整洁。同学会反映或是去想说，为什么那明明这个地方是男女生都会经过，为什么只标注要女性衣着整洁？所以我们经过讨论之后就改成希望大家可以就是衣着整洁，要尊重互相尊重。就是改成说不要只限定性别，就是也希望两方都可以互相的。看到标语都知道，那自己可以提醒这样。宿舍不只是自己的私空间的领域，它其实有包含公共空间的领域。不管是同一性别、不同性别，或者是性别气质不同，虽然生理性别相同的人，应该都更应该去尊重跟包容不同的人们跟在那个环境的当下。这10年来，这议题比较受到关注，那大家也慢慢学着互相尊重。所以我想在学校里面有这样的观念是非常重要，对未来一定影响非常大。尊重性别多元的观念渐渐在台湾社会发芽扩散，将男女以生理性别二分法，不应该各是校园的唯一样貌。大学是社会缩影，如果会担起教育重任，乃使下出优先一步，营造更加侪优先的环境，唔但会使好性别平权在社会顶根，更加好真侪身在霸凌也是面临职外性别少数的族群，有这个勇气做家己。